大家好，今天我们微之旅出境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傅成，这位银狐，我黑鸟。因为今天讲的内容比较正式，所以整理了一份书面稿件。那么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作为单独的个体，现阶段如何为武装革命、武装斗争做准备。这个准备工作，我们今天要讲3方面，但在讲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些前言。首先，为什么反共，我们就不多说了。共产党的本质就是红色纳粹，共产集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权形式，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犯罪集团。如果这一点都看不清楚，那也没必要和我们争论，我们不负责启蒙。不过对于共产党喜欢给人扣分裂帽子、煽动民族仇恨这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共产党自己起家的之时，不就是勾结苏联搞分裂、搞独立的江湖前辈吗？他们在1935年8月5日的沙窝会议上，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里面有这么几句，我念给大家听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及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目前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应首先帮助他们的独立运动，成立他们的独立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公开号召蒙、回、藏等民族起来，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争，并给这种斗争以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大家看看中共当年是如何在中国鼓吹各族独立的，结果现在他自己却到处给别人扣帽子。为什么现在不承认各民族有自觉独立的权利了呢？还要把这种权利当作犯罪？请问世间还有几个比共产党更虚伪、更无耻的政党？这样的骗子党有什么脸指责别人？共产党历史上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勾结侵华日军那些，连他们自己的总书记胡耀邦都说过，共产党的历史如果都公开，人民就要起来推翻他们。接下来关于为什么要准备武装斗争，我们也说一下。首先，我们不反对和平斗争，因为推翻中共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社会运动，需要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斗争手段遥相呼应。但是我们反对那种觉得和平斗争就足够了，所以反对武装斗争的论调。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传统，加上共产集权对人性的扭曲，使得目前的中国成为东方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集权堡垒。这个红色纳粹帝国绝不是普通的威权国家、独裁国家可比，更不能把民主选举国家与其混为一谈。这个法西斯专制堡垒的特殊国情，造就了统治集团极端的顽固性。他借助一切手段发展自己，现已成为自由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头号威胁。对这样一个法西斯国家，纯粹的和平斗争很难奏效，他必须要有武装斗争做后盾，才能走向胜利。反共阵营没有武装，你想和人家谈，人家都不会理你，因为底下的官员就把你收拾了。马基雅维利有句话，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在中国尤其如此。有些人会说，现代都是高科技，政府力量太强大了，武装革命行不通，打不赢。这样的论调犯了2个基本错误。一，武装革命不等于常规战争，它包含游击、刺杀、破坏等一系列秘密活动。单说游击战，每次科技进步带来军事进步时，就总有人说游击战已经过时了。然而现实却是，游击战每次都用自己的战绩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美军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军队，也时常对反政府武装头痛，常常挖地3尺也很难彻底消灭游击队。
连美军都如此，那共军又怎么可能无敌呢？所谓共军无敌的神话，只是宣传部门极力吹出的泡沫。他们害怕这个神话一旦破灭，一旦人们不再恐惧拿起武器，他们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二，有些反对者搞错了武装斗争的性质和定位，通过直接的武装行动来消灭旧政权的国家机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但是可能性很低，最后很可能还是要谈判进行政治解决。所以武装斗争的本质其实就是为政治解决提供工具。革命武装并不需要直接的完全的消灭敌人的军队，它需要的是给反对派提供足够的筹码，来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革命武装的任务不是直接打赢战争，而是要摆在那里维持存在，打破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破除人们心中的恐惧，从而带动更大范围的反抗。从本质上说，对抗庞大敌人的武装革命斗争更像是一种宣传战、政治战，它所承担的军事任务很小，而所承担的宣传任务很大，象征意义很大。它要成为反抗的旗帜，让所有仍在浑浑噩噩的人们看到并思考，为何有人甘冒风险也要武装反抗？这一现实拷问将自动粉碎共产党营造的歌舞升平的假象，并把一切反对共产暴政的人们逐步汇聚到反抗的洪流中来。关于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还有一点经验教训需要提，那就是单纯的和平斗争很难应付敌人的渗透、瓦解与破坏。和平斗争具有天然的涣散性，大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的系统很容易被特务渗透，而且由于没有强制力的约束，特务们在里面搞破坏，风险成本是很低的。特别是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习惯于搞地下活动的犯罪组织来说，打压和操控和平斗争很容易得手。那么武装斗争呢？武装斗争同样很难防止敌人的渗透，但是它比起和平斗争来说，有一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切断信息传递路径。在武装行动中，大多数参加者都不会知道具体的计划，他们常常会提前集中起来，并处于完全的信息隔绝状态，不能接触任何私人通讯工具。所有必要的信息收发都处在严格的监管下，特别是那些长期驻扎在深山密林里的游击队，那里甚至没有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状况下，即便有特务渗入，他们也很难对外传递信息，即便传递出去，也更容易追查泄密源头。由于建立了有力的组织纪律，武装领导人也能有更多更灵活的手段，包括一些必要的审讯，来甄别筛查敌方特务，并在必要情况下果断处置重大威胁，这就令敌方特务渗透的风险急剧升高，并能有效降低特务的活动范围和影响。而这一切在和平斗争中都是不可能的。你不能仅凭合理的怀疑与推测就去审讯可疑分子，你甚至没办法在重要时刻没收手机来阻止泄密，这些都是和平斗争的天然劣势。有的人说，既然防不住就不防了，一切公开正大光明。作为个体当然可以这样，但作为推翻中共的整体运动，则绝对不能作此幻想。推翻中共是一场组织化的运动，如果没有秘密，它就会在中共面前处于完全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主动让中共处处占得先机的做法，而这样的做法绝对不可能胜利。人们要记住，谋事不密必失败。说到这里，自然就引出我们主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现阶段个人如何做准备的第一点：信息安全。前段时间有个退休干部被判了刑，罪名是组织武装暴乱。从官方公布的资料看，这位老师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比如最明显的，通过微信群发展人员组织。微信是个什么玩意儿？微信就是一个配合共产党的管控平台，在微信群里发信息，这不就等于告诉共产党我在这儿吗？微信不止本身可以监控言论，微信群里也常常充斥着告密者。一个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是不能把微信作为可靠通讯工具的。这位老师的案例里还提到他与境外某敌对分子接头密谋，但警察似乎也没有深入追查并公布该敌对分子身份。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所谓的敌对分子
是警方的钓鱼人员。这个案例之所以拿出来，因为很典型，它涉及到共产党对付反对派的2大主要侦查手段，我们大致概括为人力侦查与技术侦查。所谓人力侦查，说白了就是特务渗透，中共管这些叫什么特勤耳目、秘密力量。很多人在影视剧里看到的警方线人跟这个类似，不过涉及到政治侦查的领域，跟刑事侦查有一些区别。比如刑侦案件强调及时破案，政侦案件强调事实破案，也就是长期潜伏，放长线钓大鱼。其实到最后破不破案都无所谓了，因为专制政权早晚都会完蛋，等到败相已露时，统治集团要的已经不是破案，而是如何保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那么该怎么防范特务渗透呢？答案是很难。由于革命者和反动政府一开始掌握的资源对比很悬殊，所以在秘密战线上也必然会长期处于下风。但也正由于长期被打压，损失严重，革命者最终会进化出一套严密的模式，加上革命资源的逐步壮大，革命者在秘密活动中将会逐渐由弱转强。总而言之，要用平常心客观看待革命者在前期中期的弱势地位，这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但我们判断2个集团谁会最后获胜，不是看一时的强弱对比，而是要看谁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方向。把今天共产党那些人和被他们打压的阵营互换，当处于无钱无势的状态时，还有多少人会为共产党卖命呢？而今天的反共阵营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并坚持战斗，最终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关于对付特务，很多时候需要靠个人的长期的经验总结，而革命组织有必要将这些经验进一步汇总提炼。前面我也谈到了，武装斗争相比于和平斗争，在对付特务上有天然优势，一个是有更多手段识别特务，一个是更容易切断特务传递消息的路径。当革命组织的规模进一步发展时，还有一个原则必须贯彻，那就是合理分工。所有人都只需要掌握在他职责范围内的秘密，避免过多机密集中在个别人手中，也更有效地防范特务破坏。严格的分工制度是革命组织的必要原则之一。关于技术侦查，这个就很繁杂了。在这个时代里，隐私是很难保护的。你的手机能够定位你，你使用的 App 软件能够定位你，你淘宝买东西的邮寄地址能够查到你，你跟别人的私聊记录可能被偷窥，甚至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的手机和电脑会启动摄像头或麦克风，对你进行窃听和偷拍。很多 App 软件在技术上也能做到这一点，而你们天天使用的输入法也能记录你们到底打了什么字。如果你用了苹果手机云服务，特别是中国的云上贵州，那你所有的手机数据包括聊天记录，不仅可能被访问，还有可能在另一台设备上被还原拷贝出来。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在必要条件下获取这一切。如果你说我的手机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没有国产输入法，甚至连国产 App 都没有，通讯用的都是电报等国外程序，这样不就高枕无忧了吗？一个防护严密的手机确实能保护很多隐私，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需要学会降低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因为一旦有必要，共产党不仅可能入侵你的手机、电脑、邮箱及各种账户，他们还能强制性的拿走你的手机和电脑进行搜查，即便你删除了数据，他们也很有可能把它恢复出来。如果你说我的电子产品上面什么秘密都没有，我谈机密问题都是和人当面谈，出门甚至不带手机，共产党能拿我怎么办？好，我们暂且假定和你面谈的人都是可靠的，不是特务，但共产党极力打造的天网系统，满大街的摄像头加上人脸识别，如果要定位你并还原出你的活动轨迹，并非没有可能。如果掌握了你的活动规律，提前布置，那即便是当面密谈也有可能被窃听。现在的窃听技术甚至不需要安装窃听器，远远的发射一道激光就能清晰的识别你的谈话。总之，共产党由于掌握了权力，他们锁定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强的，对此任何革命者都不能心存侥幸。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带活动，要保守秘密很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中共自己搞地下活动的水平很厉害，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仍然常常被破获，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党中央都差点被一锅端。最后搬到根据地才得以坚持。所以为什么中共的毛泽东总结出武装斗争是革命胜利的法宝？一大因素就是武装斗争可以建立自己的安全区，把敌人的一切强制性权利都排除在外，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这就又回到了前面说的，为什么中国革命需要武装斗争的支持。但是现在武装斗争还处于酝酿准备的阶段，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根据地供革命组织安全的活动，许多人也并没有条件到国外比较安全的地方，怎么办呢？这就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具体分析了。对于在国内本身就活动比较多，已经在当局视线内的同志，我们建议你多注意电子产品的安全防范，尽量降低对手机、电脑的依赖。虽然可能被窃听，但有什么事儿还是尽量面谈。同时要考虑万一被录音时怎么少泄露一些秘密。所有活动尽量不给当局留下太多证据。举个例子，共产党的老祖宗列宁曾经对地下活动有许多指导，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在敌占区随便挂出正式的组织招牌，因为这就像在海里倒血块吸引鲨鱼一样。组织的名称、名册等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会成为秘密警察立功的机会。所以列宁强调，在敌人的地盘上搞地下工作，要有组织的实质，但没有组织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当年搞地下活动，也常常采用朋友圈的形式，不会贸然挂什么团体的牌子。对于尚未进入当局视线但准备参与革命的人，你们就更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要轻信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要轻易和所谓同道发生联系，因为你很难核实对方是什么人。另外，我们注意到，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正在更多的人群中产生共识，相应的，一些骗子和钓鱼者也盯上了充满理想却容易盲信的人们。他们宣称成立了所谓的武装团体，在网上招兵买马，甚至要求参与者上传身份信息或前往某个国家某个地方。在我们看来，这是非常可疑的。没有任何真正的革命武装在刚刚创立时会这样行事。真正的革命组织在早期由于非常脆弱，考虑到敌人渗透的威胁，相互之间甚至都是化名。没人会搞一份包含所有人真实信息的花名册出来，这样的风险太高，只有在革命组织已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会这么做，而现在显然不是时候。所以现在的你，即便身边没有可靠的同道，也完全不用慌张着急。如果贸然对外联系，可能就会落入中共的钓鱼圈套。现在的你，就算是孤身一人，也完全不用沮丧。当局没有注意到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可以独立地为武装革命做准备，并在时机来临时加入革命队伍。那么是什么样的独立准备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方面，野外适应。一个准备亲身参与武装斗争行动的人，必须学会适应野外生存。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在城市等中心统治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而反共这场战争必须要避实击虚。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借助现代科技，把维稳体系打造得非常完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警宪特到街道大妈，层层叠叠，事无巨细，形成了一个网格化的强力系统。试图在这个网格中与共产党较量，那就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革命者，尤其是武装革命者，必须要从这个网格中跳出来，把主战场转移到敌人的薄弱地区。这就必然要求革命战士们有着极强的野外适应能力。当有一天这些战士们汇聚时，他们就有足够的能力在深山密林中往来穿梭，设立营地，逐步地开展游击战争。一旦进入连绵不绝的群山密林，什么卫星拍照、红外扫描，很多技术侦察手段都开始不好使。最近一些刑事案件大家也看到了，嫌犯一旦逃进深山，共党当局也很头痛，只能组织数千人进行拉网式筛查。如果地形复杂，山林的纵深很大，这种拉网排查也很难奏效。至于无人机，在气象条件复杂的茂密林地，特别是树冠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作用也极其有限，可能还不如一条警犬的作用大。如果被抓捕的人不是孤身一人，难以在森林中长期坚持，不得不出来，那警方想抓住他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游击队要创造的一个条件，就是借助组织的力量，使成员能够长期在丛林中活动。游击战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基础斗争形式，是政治宣传的利器，
是革命运动的先锋，是创造和撬动局势变化的支点。游击战的一般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几个勇士带着一点可怜的装备，组成一支粗糙的小组。他们深入丛林，熟悉地形，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寻找最险恶、最难发现的地方，构筑起数个流动营地，并储存物资，策划行动。这个过程中不与外界发生任何不必要的联系。然后通过一次或几次出其不意的袭击，配合起外围的政治宣传，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招牌和名气，由此吸引更多大胆的人前来加入。随着名气和人员的增加，游击小组逐步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并成立更多的小组，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遥相呼应，通过更多打完就走的行动，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望。等到实力进一步扩张时，游击队便可以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起数个固定营地，并逐步建立游击战所需要的手工业和物资链，并在政治领导上形成一个小政府的雏形。当游击武装步入正轨时，想消灭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貌似强大的敌人却有着数不清的弱点。他们的军队再多，安装的摄像头再多，也没有办法完全看守长达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交通线和边境线。当游击队从深山和边境的丛林中出发，渗透到敌占区，破坏道路，摧毁桥梁，推倒电塔，甚至是袭击哨站、伏击车队时，这一切都将令敌人措手不及，并使恐慌散播开来，使原本支持当局的居民也开始不满起来。随着游击武装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得心应手，他们最后就能开展城市游击战，把革命运动推向全国，并逐步建立起正规军来。至此，敌人统治的覆灭将成为显而易见的结局。所以，现阶段所有有志于武装革命的人都应该立即开始锻炼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从学习相关知识开始，然后一个人或几个人循序渐进地开展野外锻炼，在有一定基础后，再寻找适合游击战的巨大山脉、原始丛林、边境地区，反复深入，持续锻炼生存能力，并熟悉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为将来的游击战做好前期准备。在上述两大方面优先实践的前提下，我们接着讲准备工作的第三个方面：数据建档。通俗的讲，就是建立一个数据库，一个档案馆。关于什么呢？关于敌人的一切。比如建立全国所有党政干部的个人信息数据库，不仅包括他们个人，也包括他们的亲属、部下、社会关系等等等等。我们要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搜集敌人的一切人事资料，并整理建档。这样的数据库建立起来很不容易，但一旦它开始有效运转，将发挥难以想象的作用，将极大地帮助革命者在秘密战线上由弱转强。当数据库不仅涵盖了人事资料，还开始整理共产党的军事信息时，这个数据库的作用将进一步转变为革命者获取军事胜利的有力依仗。对大多数个人而言，做好前两个准备工作就已经很好了。数据库这个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区的人们，单时搜集这些信息就可能带来危险。我们不建议大家冒不必要的风险。这个数据库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单独完成的，它需要许多人的合力。很多人能有心的从公开渠道整理几条资料出来，就已经做出了贡献，而且带给自身的风险要小得多。许多革命工作，包括信息搜集，都要进行多层面、多环节的分工，分到每个同志头上的工作越细小，泄密的可能越低，对应的风险也越低。当参与革命工作的人数达到一定量级，当局会发现试图追查每条线索，并给每个人都走一套司法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共产党国家维稳的特色之一就是防卫过当，他们的官员出于担责和前途的考虑，往往宁杀一千不漏一人，希望发现并掌握一切不稳定的苗头，并把这些危险掐灭在萌芽状态。所以有时一点微小的事情也能引发当局高度紧张，大动干戈。这种防卫过当的风格当然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建立在财政的基础上。当经济下行、财政萎缩时，这种维稳就会带来巨大的负担。而革命的策略之一
就是要合理的利用这一点。一些成本很小的武装行动就足以调动大批敌人，并消耗巨量的资源。游击战的一大精髓就是通过长期的骚扰，把当局的鲜血放干。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为迎接武装革命的到来，即便是孤立的个人也能进行充分的准备。其中3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一、信息安全；二、野外适应；三、数据建档。特别是前2项，都是可以马上开始并且风险不大的工作，就算当局知晓也没有关系，这就叫堂堂正正的阳谋。最后我要说，公民们准备拿起武器，准备武装斗争，结束反动统治的重任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它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最宏大也最辉煌的事业，也必将成为我们后代子孙将永远纪念的伟大丰碑。谢谢大家。